family. Mama has a heart of gold, the sweetest soul you could ever know. She had a boy and had one more, to love and fight what's a brother for. His blood is in my own, a good and a bad and in between. I know I'm not alone, 'cause looking in the mirror is plain to see my family. Blood is in my own, good and bad and in between. I know I'm not alone, 'cause looking in the mirror it's plain to see my family. Miss home, there's a feeling in my bones. Like 怎么那么多玩具啊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！这么多？真的，而且不止这些哦，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了，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。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？这把当然也是喽。江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。哇，抽中！啊，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。雨随天缘音柱的大刀。嗨，我是美味蟹堡。嗨，我是阿月。在今年的12月啊，从12月1号到25号，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，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。然后礼拜天呢，非常特别，中午12点，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，超级期待的。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。哇！这太厉害了！这期间呢，其实是待降节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？大家应该很好奇，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，就是这前几个礼拜都叫待降节。前4个礼拜呢，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。那为什么要用紫色呢？象征着庄严跟尊贵。然后每一个主日呢，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、信心、喜乐跟仁爱。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。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。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，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。经文真的超可爱的。哇，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、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，感觉会非常有意思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。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。我们12月见，拜拜。我是美味蟹堡，我是阿月，我是简单。就是这2个这样子摆起来，真的是太有意义、太帅了。虽然有2股力量，知道为什么而活，我们就非常有动力，我们的潜能就会被开发出来。好的，叫我不要放弃。被充电。我就选天使，因为妈妈会打我。恭喜中叶，中叶很高兴呢，哈。
嗨，欢迎来到圣诞欢乐颂，开箱惊喜圣诞礼物。我是美味蟹堡，我是阿月，我们又回来喽。对，今今天哦，今天非常精彩，精彩因为我们要来送大家一个，我自己觉得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，它是需要组装，然后动漫不美系的角色也是非常的热门，真的超级热门的。对，其实这个角色前几天有，但是因为它真的是太热门了，所以说听到大家的心愿，我们真的这一次真的算是早早准备好了。对对，那这一款呢是梦精选。很然大只哦。后它的盒子啊是呈现透明的，其实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配件有什么。然后它是那个蜘蛛人战衣款，非常的精致。然后它旁边有印这种金色的蜘蛛人的图案。重点是什么？它这个是特别版哦。对，而且是最好的一个版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真的很大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脸跟这个。前几天它也是那个梦精选系列嘛，那我们这一次的梦精选真的是加码超级大，然后重点是我很喜欢它的这个透明的方式啊，像前几天讲的一样，我们就像这样摆着啊，什么都很漂亮，没错。但是它组装起来呢更壮观，它后面有一个这个蜘蛛的，或是这种镀金的感觉吧，就是反光板，对，很精致。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梦精选的这个名字啊，然后它这个啊是最新版本哦，2022年。就是我们电影版的版本，那我们直接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组装起来看看会长怎么样。就是等大家来组装给大家看。它是一个透明的，好，你的小，看出来长这样。对，它里面还有一个保护的那个，然后就可以看得到配件有什么，像这个红绿灯，然后蜘蛛人，然后一些像那个路灯的那种。都有，我觉得它这路灯的设计非常的蜘蛛人哦，因为蜘蛛人他就是常常在那个纽约的街上面帮助弱小，对，他就是荡来荡去，然后看到哪边有人需要帮助，就马上过去帮他，真的是拯救了不少那个人的心，还有人的身体哦。对啊，因为他常常因为大大小小的车祸什么的，有时候蜘蛛人就是你的小邻居，然后就像每一个人一样，真的就是大家的。我们看到每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其实都会伸出援手一样，感觉大家每一个人都像蜘蛛人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把它打开来一下。稍微给它停一下。对，然后拿出来。那我们先看到这个蜘蛛人的本体，我一个一个给大家看，会比较仔细哦。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蜘蛛人它是不可以动的哦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它不可以动，所以说它做的特别的精致，什么？它上面的涂装真的很棒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战衣啊？它身上这件衣服跟上一次我们开箱那个可动版的蜘蛛人有什么不同？它是不是多了这个金色的边？这个金色的边，它是升级版这个战斗用的这种升级版的战衣哦，更厉害，更厉害。然后它后面还会。在电影里面，它会有那个蜘蛛的四个爪子，对，像4个爪子，因为它会变得更强。然后这个是钢铁人送他的，对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像升级的战衣，就像上帝给我们做到很多，就是我们觉得不太可能，对，不太可能，但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哦，我们有时候就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去做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这种无形的战衣，真的，有时候战衣就是。其实蜘蛛人他在剧情里面啊，他最后也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其实真正的战役在自己的心中。对他，所以他到最后面的时候其实是换回自己的战役，用自己的方式，用自己的信心来去这个拯救大家的这种，帮助大家每一个困难哦。对我真的超喜欢这个，因为大家经典的动作，他可以做到这个完全弯曲的这个脚的动作啊，然后他的眼神，超级棒的。然后他背后。是它的 muscle， 肌肉线条非常的漂亮，对不对？可以看得到它的，而且它后面这个有一个路牌嘛，因为它是在纽约街上，所以它这上面路牌都是写这个英文的啊，走在哪里啊什么，然后它上面还有这个我们平常常走在人行道的红绿灯，对，马路上面这个人行号志哦，然后它可以看到这个绿色，然后这边 stop 可以停，然后可以走可以停，哎，真的很有趣，有够。写实啊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帮它组装上去看看啊。这个是红绿灯啊，因为现在是绿色通行，可以绿色通行，象征的真的是象征的这个你的道路
这个叫什么一帆风顺，对吧？还有这个小配件，它是像电箱，就是电线杆下面的那种箱子。对，然后它的做的颜色是绿色，墨绿色，然后仔细看会有点点渐层的感觉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同样也是英文的招牌，它上面写着这个第3街，还有这个上面，反正就是它那个当时的那个道路的还原呐、它上面就写那个有2个，真的觉得非常生动，而且它不是只有一边哦，因为我们在路上的时候，为了让大家看得很清楚，所以都是做2边的，不是只有一面而已。对，那这个公仔也非常还原的把它做出来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人行道。因为它这个材质感觉真的很像在路上看到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整个缝隙啊，就是有点仿旧，故意做这种有点旧灰尘的感觉。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，它其实蛮有重量的，分量感很够，而且它摸起来是这种粗糙的感觉，对，真的像那个地板，感觉放太久遇到潮湿会长青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它组装起来。那我们第一个组装的是这个电箱。好，稍等大家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好，第一个组装起来就会像这样子。对，好，第一二个层一层，它就是慢慢一层一层这样上去。对，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是蜘蛛人。蜘蛛人，给大家看一下桌面，好，比较清楚。这样啊，比较 OK。对，它组装蛮容易的，但是它会越组越长，所以说真的要那个不要太过大力咯。来，这个给你招牌。哎，反了，来，另外一边哈。对，另外一边，它有一个形状，把它斗上去。哎，那个形状跑在哪里去？哦，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有了，因为它不能跟蜘蛛人同一个方向。然后再最后一个是红绿灯，最后一个红绿灯，来到它的左手边这样子，它其实这边都有一个这个相对应的孔啦，大家拿回去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，然后就照着这个它这个孔的方式，直接这样轻轻的斗上去，有没有？越来越高，有没有？现在大家在荧幕里面看起来有没有感觉它就是很高的方式，然后这样去呈现，然后你看它地板，哇，整个荧幕快塞不下了，这应该是我们有开箱目前到现在最长的啊，仅次于我们刀的，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这个很长很细长，对，整个还原一个人行道上面的一个。但它很厉害的是什么？我这样晃的时候，它也不会说太晃，对，蛮稳的，对，很稳。然后我觉得它整个呈现非常的壮观。呈现蜘蛛人在街上到处去看到底谁需要帮忙时候的样子啊，很生动。对，好，今天讲的非常的细，还有很多可以讲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，分享今天的祝福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哇，今天这个我也很喜欢哈，因为特别它有一件战衣是吗哈？那个战衣很厉害哈，它能够做很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希望有一个东西是让我们无所不能的啊，他的话都说了就会应验，就像应验牧师如果等一下说谁得奖谁就会得奖，这样有没有很厉害？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哈哈，它会应验，没有很厉害，是不是文乐？哈，好，对，应验牧师没有很厉害，但是有一位很厉害的上帝。我们今天从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来看这句话语，是他说的话一定会应验。应验牧师说的不会应验，但我所相信的这位上帝，我所这个传扬的哈，我介绍给你们这一位上帝，他说的话却是很有能力的，就像那个战衣，比那战衣还厉害的哈。这句话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也就是这位上帝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的话，每一句都会有能力，而且他的能力是怎样？哇，这个无所不能。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，这一位上帝他所说的话却是大有能力。所以应验牧师今天呢想要邀请大家，请你先在留言板
你数一数，你来这里啊，圣诞欢乐颂你来几次了？啊，你就写，你数一数啊，1次啊，或2次啊，或3次啊，啊，有没有人一开始12月1号就来了？啊，只有线上的哦，哈，线上的、现场的我们不算，在线上的你来过几次？请你在留言板留言，哈，好，在留言板留言，哈，请你留言板留言，你来圣诞欢乐颂几次了？哈，大家都知道哈。我们是有录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哦，音乐牧师要邀请大家，我们说了什么话，我们是要负责，对不对？今天也讲什么说话，对不对？说话，然后怎样是大有能力，所以我们说话也是大有能力的哦，哈。好，来，都好了吗？啊，写好了就离开咯。啊，写好，还有没有人还没写？还有没有人还没写的？啊，你上来几次了？还有没有人还没写的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要来邀请哈，你今天以今天哈雅芬刚刚有上来哈，现在又进来了哈，你写一下你上来圣诞欢乐颂几次，在留言板写几次好吗？啊，写几次？好，好。那音乐牧师今天要来邀请大家，给大家许愿的时间哈，就是你希望在什么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上面啊，你希望可以拥有的，就像那个战衣一样，哈，你希望拥有的，就许愿的时间呢，希望会应验的哈。好，如果你来超过5次以上，包括5次。你来超过5次以上的，我要请你来分享给你许愿的时间。好，好，那个不要再打咯，哈，时间到咯，哈，好，接下来再打就没有了，哈，好，来，第一个吴佑成，请先分享你的许愿。就是之前复习，然后考试。原本觉得可以考90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考到。所以你希望能够考超过90是吗？有没有指定哪一科？英文。英文 ，OK， 好，这一位差一点点差一点点。这一位说话算话的上帝听见了哦，哈，但是会不会应验？我们要问这位上帝。好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来，下一位怡婷。你的许愿的时间 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可不可以请开镜头？方便吗？我刚才有一直试镜头，可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镜头一直出不来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镜头一直没有办法开启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请说。小医生跟大家说，你想要什么能力？要很高的能力。长很高的能力是吗？跳很高。跳很高，跳很高，跳很高。好，音乐牧师要跟你说，就这样应验啦。好，刚才也一样哦。佑成那个就这样应验哈。好，那个爱玉斌不客气哈，爱玉斌，请分享。你拜托是我，这样我就会 barbecue。好，爱玉斌。我希望我婆婆106岁，现在住院，身体能够好转。现在几岁？106岁。106岁哈。你可不可以开镜头？对，好，谢谢哈。好，就这样应验哈。但是还是要问这一位上帝哦哈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福你。嘉玲呢，很抱歉哦，今天我们是分5次以上的哈，所以下次给你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分享。我们每一天会有不同的方式哈。好，来那个许心燕，请分享许愿。许愿，就是圣诞节快到，然后小时候圣诞节就是会在那个床前挂那个圣诞袜，每一年都会许愿，希望可以拿到想要的礼物这样子。你今年想要什么礼物？今年想要一台 iPad。
iPad 哈，好啊，音乐牧师很想说就这样应验，但还是要问这位上帝啊，他看他觉得你需不需要啊？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一定还是需要，他或许想要给你，但可能是给你更好，或者是时间还没到啊。好，谢谢你的分享哦。好，下一位文乐，文乐是不是第5位？好，请许愿。是拿到那个开箱活动的大刀。哇，你想那个大刀是吧？好，来希望跟你说希望你就这样应验啦，好不好哈？好，来下一位雅婷，请说。我希望我想要有很多奖状。奖状哦，是学校的吗？可是我你想要哪一个的？最想哪一个？奖状的话，对不起，我没听清楚。画图画的奖状是吗？是画画的奖状吗？是吗？是，好啊，那好好努力哦，哈啊，上帝祝福你，希望就这样应验。好，再下一位钟燕，是我。对，请分享。那个暑假的时候，我很想要没有功课，这样子就可以尽情的玩。结果有暑假，现在还要再一个，还要再好几个月。现在最近的是寒假，你要不要先许寒假的愿望？但是暑假比较多钱啊。是哦，你很会算啊。好希望你的愿望可以跟老师稍微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请问一下，同工是不是就这几位？是5位以上，5次以上？9位是吗？是9位吗？好，请我们同共放在那个轮盘，已经9位分享，对不对？大家帮忙数一下好吗？要5次以上哦。我怎么觉得是7位啊？7位吗？雅芬没有嘛？哈，7那钟燕、新燕呢？新燕有在里面吗？许新燕有吗？有哈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大家可以帮忙在应验牧师再确定一下吗？我孙子共5次了，有来5次了是吗？但是上次我孙子，你的意思是说你家你孙子是吗？我们就一个，就是看是你还是你孙子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就先下次，好不好？上次是分开的，好，不同的地点是吗？好。那应验牧师让你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们会去查啦，因为我们有录影啦，好，来，请分享你的许愿，希望许什么愿望？我要像周杰伦一样。我要像周杰伦一样。像他一样怎么样？会唱歌还是？不要。不会唱歌。很会唱歌，是不是？还是很会赚钱？都有。还是他那个很有影响力很有影响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对人可以鼓励人哦，好，那也把那个他这个一针把它放进去。请问一下，刚才有分享的有没有在这轮盘里面？大家确定自己的名字好吗？有。好，第一次哦，我数3次就好，看一下，好，文乐 OK 好，来第2次，看一下有没有你的名字在里面，你有分享的有没有名字在里面？好，那我要讲最后一次咯。
来第3次，看一下，看仔细有没有你的名字。哎，那个吴佑成今天没有写上，还是吴佑成有吗？吴佑成第一个啊，有哈 ，OK， 好，因为我就觉得一直对他很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就都有咯，都有，那我们就来转咯。好，请转盘。转，好紧张哦。哇！我们要恭喜许心烨！哇，你真的是哇，好不容易，你几乎天天上来哈。你上来几次？钟燕在哪里？你许心烨，不是钟燕，许心烨。请你开镜头好吗？许心烨，对啊，你有开心了，恭喜你耶！哇，今天第7次哦。啊，请问一下你上来几次？今天是第7次了。今天第7次哈，恭喜恭喜啊！许心烨可以帮我打中文吗？中文在我要打你的名字，就是去键盘那边吗？那个对，留言，你的中文留言，因为我们都会在那个我打了那个好 OK， 是许心言啊，我都念错的所以你前后都是姓的，对不对？祝福你哈，你的愿望要实现啊！好，那上帝祝福大家哦。明天记得，明天是现场，所以许心言你要来现场领礼物哦。这样知道时间吗？等一下会秀出来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记得那个我们是要填，因为这个是很有价值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填一些资料，所以才需要你本人哦。还有明天有现场的开箱。所以你来的话，可能又有机会哦。因为我那个领奖的要带什么吗？童工他要带身份证。领奖就是因为还是要确认一下身份证，就是确认本人这样。带身份证。对，确认本人，只要能证明你就好了啦。对。然后再问一下，线上的人都有进到我们的群组吗？因为我们在群组会每次都会有一些任务的提示。就是我现在已经把那个连结放上来，那如果没有加的话，就会帮我加群组，这样比较好联络。好，有人举手对不对？钟燕，你有事情吗？要请问吗？没有，明天咯。好，明天一样12点我们现场开箱哦。好，那祝福大家好好休息，明天准时见面，拜拜。拜拜。等我一下。领奖的方式，请看一下哈，或者是照起来。